有风声讲，阿苏电脑的分公司，也就是阿旭电脑，因的桃园厂可能会刷位，所以要甲人撕头路。即马工会成员是伫甲头家协商无共识了后，规个拢走去劳动部抗议，因阁决议要展开罢工的投票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劳动部是呼吁公司要赶紧提出方案来解决。批评公司无天良欺负移工。华硕电脑子公司阿旭电脑工会成员去劳动部外口抗议，因为传出桃园厂可能要清刷甲裁员，因请的大批移工都会无头路。虽然有做劳资协调，不过也是无共识。工会伫其他工会声援之下，甲华硕甲阿旭发声，要求因爱有诚意解决争议。劳资争议的调解已经破裂，我们已经根据劳资争议处理法，已经合法的取得了罢工权。工会就会进行罢工投票，投票通过之后就会正式罢工。台湾的朋友们，还有政府要有同理心。今天如果是我去到别的国家去工作，跟他们一样遇到同样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来ON的劳工团体认为，这移工离开故乡来台湾做工课，要忍受思乡之情，考虑到人权，政府应该出面来斗协调。呼吁公司一定要尽这个最大的诚意，针对今天工会的诉求，凝聚具体而且正面的方案。劳动部派代表接受陈情书，呼吁公司提出具体方案来解决问题，以持劳资关系稳定。对工会诉求发出回应，尊重阿旭管理团队甲公司运作的独立性，感谢大家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